每一年春天，北台灣上讚的賞花地點之一，就是陽明山。陽明山有全台灣規模上大的美軍宿舍群。1950年代韓戰爆發，面對共產勢力強大的威脅，台灣的前途風雨飄搖，所以美國派遣到第7艦隊巡防台灣。當時大批駐台灣的美軍，就是住佇的陽明山的宿舍群。隨着1978年台美斷交，宿舍嘛慢慢啊爬荒。2012年，當地一群居民發起着保存運動，爭取把陽明山美軍宿舍群全區來保留，嘛守住台灣行過半世紀的時代記憶。回顧歷史的迄一刻，咱就做伙來看迄段故事。用茶做的白牆加長長的煙筒，優美的異國建築，藝術時間放停佇咧半世紀以前。美軍眷舍其實很大，它有 A 到 H 12個區。陽明山山後社區目前保存115棟，佔地13公頃，規模是全台上大的美軍宿舍。經典的美式建築到底是安怎來的？一段強要讓大家人放袂記的過去，讓37位攝影師陳維信講給你聽。其實當時在蓋這美軍眷舍，幾乎可以說是下重本美元嘛，每年1億美金的一個貸款。那個時候蔣中正總統呢，就是希望能夠討好美軍，就是屋頂呢基本上都是用很好的木頭去蓋的。陽明山的美軍宿舍是1950年代起的，當時由美方提供設計圖，台灣負責監工起造。那讓一抓路這麼遠來的美國兵啊，大了的舒適，佫較有戰備的功能。這個就是防空洞，雖然它現在積滿水，它不是蓄水池也不是庭園造景，它是防空洞。那下去之後，大概一家大概3到4個人可以住。但是我們小時候常吃到美元的麵粉啊、餅乾啊，褲子都是還美元2個字。它曾經是一個歷史的見證，因為我們需要美元，所以才有美軍軍艦過來這裡。1950年韓戰爆發，國際局勢是怪奇多變，中國政權換人，共產勢力出現，煩惱亞洲國家會進一步惡化。美國決定派第7艦隊協防台灣。蔣院長今天上午在行政院接見了第7艦隊的司令鮑爾文中將。蔣院長首先向鮑爾文中將表示歡迎之意。美國呢成立了這個美軍顧問團，就是派遣陸海空還有陸戰隊的人員來到台灣，確保了台灣的安全，保障了台灣的民主政治的發展、經濟的發展，然後呢也對於這個我們的國防呢有具體的促進的作用。1954年，台美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來台美軍是愈來愈多。1955年，美軍大約7000人駐台，到1958年，才做19000人。為了解決軍管大的需求和交通利便，就選定佫會當監控首都動態的陽明山。美國人他們當初選這邊，第一就是它地理位置非常棒，就是它位置是比較高的，所以當假設山下有一些動亂的時候，他們也可以用直升機撤離。陽明山美軍宿舍一開始的戶數有到217棟，主要是以美國南部高區的主體特色來起，是冷戰時期東亞重要的軍事地景。其實美軍也涉及台灣的政治這個財政各方面的事務不只有軍事方面。那美軍顧問團的這些眷舍包括陽明山的眷舍當時呢是由美軍自己設計新建的，有一定的建築水準這個也符合當時這個美國的這種強國的形象。這個在台灣地區唯一以英語發音的廣播電台，屬於美軍世界性的廣播電視網。那是佇咧軍事甲台灣相聽，當時駐台美軍的廣播電台，也就是即馬你我攏熟悉 ICRT， 就佇咧遮設立。歷經高外向的美式文化，替戒嚴之下的台灣，拍開甲世界連接的另外一扇窗啊。
其實當時美軍顧問團的成員呢，也是台灣接收外來資訊的一個管道。那些書報雜誌呢，其實是對當時戒嚴下的台灣也是一個重要的資訊來源。當時這個國軍呢，這個軍糧啊，實在是辦得很不好。後來美軍顧問團還有派人帶國軍協助我們煮飯。這個煮飯不是煮西餐哦，現在看來不可思議啊！所以呢，對台灣的影響很大。announced the breaking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aipei. 1978年12月15日，台美宣布斷交。上萬個駐台美軍緊急撤離，留在美麗山坪頂的基礎下，這年來無人管理，八正組佇安尼破空。在駐台美軍離開後，因缺乏照顧和人去屋空，不論晚上或白天，常有不良少年侵入，吸食強力膠，打數次康。我是這附近的居民啊，那晚上啊，有時候有很多不良少年在這兒活動，所以對這地方這個治安呢，可能有點影響。這是一張老藤椅，從我們發現它到現在也過了10年，現在找不到這個造型，所以我們就決定說好，我們自己來維修它。伊是李真珍，人攏叫伊林媽媽。從2008年開始，決心投入來救陪伴台灣走過動亂年代，時代記號。我在2008年的時候就開始尋找一個給我父母養老的地方。那2009年的時候，我就發現這個地方，每一棟房子都殘破不堪。年輕人其實對這段歷史是沒有被告知。當時如果不是有美軍過來，不是有韓戰、越戰的發生，也許沒有這些軍援跟經濟援助，中華民國也許就在那個時間就會被終結掉。美軍撤離了後，美軍宿舍不開放租人，經過歷代厝主的修建，敢若這棟編號 F206的厝體保留上原始的境界。用盡苦心，李真珍甲工作伴，才讓損害的厝體擱再點起經過風采。走進1950年代新建的美軍眷舍，馬上就可以感受到原汁原味的美式風格。像現在呢，在客廳當中就有一個點燃熊熊爐火的壁爐，這個就是在一般的台灣傳統民居當中完全看不到的建築風格。陽明山的戶外蚊蟲很多，所以如果我要整面紗窗打開，蚊蟲就排山倒海進來。所以這個小紗窗的位置打開呢，剛好就在那個插銷的地方，所以我把插銷一推下來，我就這個位置就可以把窗戶推出去。好，那這邊再來看這間房間呢，有一個儲藏室，就是衣帽間。長板的後面看到這個室內牆的結構，那這個工法呢是木條，然後用一種草跟泥和起來的，這是一個古老的工法。我們房子就是盡量維持它的原貌，然後去把它修復，然後維持就是它最好的狀態，讓它覺得除了是老屋，還有新的生命。窗仔輕後擱久，所袂輸施工機，收藏封存真久，珍貴的基地。起居室裡面這邊有個小圖案，這是當年住在這邊，他有寫日期哦，88年11月13日，Joseph 2010年左右修這間的時候，就2個年輕人就走進來，他走進來就走過去看，我說你是不是 Joseph？ 他說哎你怎麼知道？我說你就跟這個小圖案長得很像。我們在做保存的過程當中哈，有一點讓我很傷心，就是有一次我就跟同學說，同學們這個是我們的共同記憶哦。就有一個大四的學生跟我講，他說林媽媽，這個是你們的共同記憶，不是我們的共同記憶。我當場就快要飆淚，怎麼會這樣呢？經過居民拍拼搶救，2012年台北市文化局宣布把陽明山美軍宿舍專區保留。目前其中24棟列作歷史建築，不過舊厝要安怎活化，佫是另外一個難題。這你的餐點哦。熱力滾滾，笑聲不斷。
1950年起造，北方費真濟年的美軍俱樂部。2016年華麗變身，正做美式餐廳。當時來到這邊的時候，不要說美軍的氛圍，你可以感覺到你就來到了一個公墓，到處都是草比人高，而且垃圾一堆。在重建的過程裡面，其實我們有很多版設計了，所以呢，我們就決定了，就保持它的原樣就好。2012年，台北市文化局推動舊厝的文化運動，媒合業者進駐，主張文資保存、產業活化，雙向進行。現在在我身邊呢，這個長約14公尺、寬9公尺的水池，在70年前曾經是美軍俱樂部一個深達3米的游泳池。當時的駐台美軍呢，會在這裡游泳啊，進行社交活動，輕鬆愜意的生活，被當時的台灣社會視為頂級享受。美軍以前是這樣，這個我當然是開個玩笑了哈。美軍因為打韓戰嘛，所以他們有定期回來休息，這前提是他沒有戰死。所以他回來之後呢，他回來這邊做烤肉和游泳。當時以台灣的一個生活條件，這裡確實是就是一個非常高級，而且是有神秘感的一個地方。Chip Casper. First time I arrived in 1970, and we left in 1975. That was third, fourth, fifth, sixth, and seventh grades. It's a place to go after school, or a place, or on the weekends, and then they would in the evenings give us something to do to keep us from running all of the streets of Taipei. It feels like almost feels like we're coming home. 我常常講，台灣不需要再創造新文化，台灣它本身就是一個大航海、大移民的文化。我們有這麼多好的文化，我們為什麼不把它拿出來就好了呢？我們原則上 A 大組會量測那一邊 ，B 大組量測這邊，2個人拉線，1個人做筆記錄。拜五下晡，文化大學建築系師生攏集合，準備掀開美軍宿舍建築的秘密。好，數到3，我們一起往上跳，1、2、3。大家跳的感覺怎麼樣？不會晃。對，很扎實，對不對？這個木地板從1950年代到現在，總共有70年的歷史了。經過風風雨雨，行過歷史的舊厝，今嘛正做完美的教材。這是雷射測距，超過捲尺範圍的長度。像是我們在測量整個室內空間的話，用這個就比較方便。現在在記錄門窗的部分，然後我現在先把客廳的格局先刀分畫出來。寬大概就是90，然後高210。這邊深度比較深是40，就是它可能有一些東西它會凸出來，是因為它可能是家具，像壁爐它是砍在牆壁裡面的，但是它其實不是這個房子的結構的一部分，所以你就是不能把它算進去那個牆壁的結構，你要另外把它算它是凸出來的東西。窗戶都是模組化的，所以它們的尺寸其實幾乎都是一樣。格局方面的話，就是一個鏡像的概念，那比較偏那個古典建築的主義，這樣就是崇尚對稱。在地這超過半世紀，串聯無共世代。學生測繪完的資料，我會讓他們做3D 建模。那有了這樣的3D 模型，可以有助於後續很多的運用的可能性。也許不用到現場，大家就可以了解這個美式的建築物它的空間規劃是怎麼樣，可以直接在網絡上面有一個3D 的導覽。機台過客停落來，欣賞絕美的風采。如果你看最近剛剛公布的這個普利茲克建築獎得主，那個非洲的建築師 Francisco Frey， 他的作品也是簡簡單單，可是他顯示出了在地關懷一樣的這樣的精神，在老房子裡面，我們也看到它會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然後學生的加入，也可以讓他們這個成果可以很好的回饋給老房子，做後續的衍生的運用。雙領之間，順白處體兼正正，替大時代之下，行過坎坎坷坷，正風向前的台灣。無聲留下見證。